南投仁愛鄉的清境農場是真濟人改去的所在，不過這個地區的旅宿業建築物安全檢查結果，這南投縣府攏唔捌公開，所以去予監察院糾正。尤其有符合無明顯缺失的業者，竟然是干那一聲爾。青翠山景配上藍天白雲，讓人看得到地，心情真好。清境農場是民眾真喜愛的國旅景點之一。嚴格監委指出，南投縣政府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，結果有關旅客安全，縣府卻是多年唔捌主動公開資訊，所以公開糾正。他們一直認為說，這個就是給業者知道就好，讓業者檢討，所以這個不需要公布。花了公帑，這都是人民的納稅錢所做的這些調查，真的應該公布，讓大家知道，這個是消費者最基本的知情權，也是選擇權。那經過我們幾年的追蹤之後，現在那個最不安全的旅館是已經都休業了。我們尊重監察院的權責，那縣府會依據相關法令技術改善。為了了解這個清境農場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存在地質安全的風險，南投縣政府用公費來委託廠商勘查評估，依照評分的標準為分做 A 有劣質危險者 ，B 現況有局部缺失，也個 C 現況無明顯缺失，這三級。監委講，根據成果報告書，清境地區4級現況無明顯缺失的業者，敢若佔大約1成，而且4級加速逐年減少，消費者對這攏唔知影。業績已經不到原來的1/3，民宿的安全、衛生跟結構方面，我們都非常的努力。啊，管路一來哦，差不多上半年、下半年各一次了，啊，每年都2次了。監察院是建議交通部觀光署研議thiết立疏散者應變的機制，並且定期辦理演練，來保障旅客安全，確保觀光產業永續來發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